香港总有1点钟行程的澳门，本人延续东风的拉斯维加斯，一栋接连一栋的高级酒店，伫澳门的天际显荡眼神。后一只上市总叫做法拉必堡。对于1847年葡萄牙政府宣布澳门度叫合法化过后，强强地打开了澳门5路公共业的大门。168年来，竟上到全世界的人客都对阿比太下的赌。离台湾中群的澳门，当年游客人次将近3000万。规则的度假公共事业造就了澳门动态的产出。澳门的茶法到底有几经验哦？先到酒店开始体验。不管是金家8人的雕刻，也是里头珍藏的国宝铜像，每一站都呈现出澳门让规则中国的茶法气势。难得有机会来拜访澳门青州的高级5星酒店，听众会好好的享受一下。今日就对当地最有名的米其林3星美食来体验啦。这个是我们前菜的部分，因为现在是冬季的食材，所以我们主要用黑松露来为各位呈现。那你可以先享用我们的这个 cheese souffle， 搭配这个 dark chocolate coulis 黑松露酱。接着呢，是我们非常经典的黑松露塔，搭配一些烟熏培根、洋葱的这个是我们 venison 鹿肉的部分呢，师傅特别把它搭配一些黑松露。那你可以一起享用搭配着我们中间的这个 mushroom ravioli， 另外一种意式面饺搭配这种。唔是来个米其林3星春堂，除了三副的真实排场以外，还会牛鸭、泰版、东吴吃菜的。不过对印尼们的服务，都精致的摆盘，让美食带来的经验。主要我唔是想过嘅，对呀，食到嘅唔但像系料理，还更系一场像艺术的澎湃。难怪做得到插翅显奏全球青火的前4名春堂，还连续5年拿下米其林指南，也本人讲系美食圣经超过3星评价的功用。不过昨天发掘出中华料理没有乜输人哦。啲阿妈嘅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喺澳門，连中國菜都做出無限嘅可能。而家啲米其林3星嘅中式春堂，一啲亞洲當用緊天哦，而嚟體驗一下，點樣留中國菜做變化，想到全世界人嘅味。非常滿足人客多用新式嘅時尚需求，酒店一扎大家都用出潛力，為大家安排出華麗非凡嘅天堂美夢。聽聽中國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為全球的澳門帶來動態的商機。安尼只 City of Dreams， 沒想到當代外種人到來。不過，這條開來嘅澳門到底有係乜嘅用嘅呢？聽講伊卻下落去拜訪，係啲澳門嘅鄉親馮小燕。哎，嗨，欢迎来澳门。你好，哦，你还7點人，你有啲按做啦。对啊，因为要一大早带你去吃早餐。早餐？嗯。不過你去哪看？那我们该點有開誒？哦，这一定要让我带你去道地的小吃。你看，已经有人在排队了。哦。对啊。按这哦。它就夹在大楼之中一个小摊子，但非常的好吃，专门卖广东粥，非常的道地。老板，过去找刚才那个位置。哦，老板，我要一个猪肉丸粥，它还有一个是猪肝粥。看起來懂像會牛黏，像牛奶的感覺。煮得非常的绵密濃稠，就是廣東粥的特色。廣東粥。對，廣東粥。廣東粥台灣咩油啊？哦，那吃起來不一樣，待會吃就會發現不一樣。但而早晨4點就會空床上班嘅小燕，本來絕對唔可困入嘅唔大型嘅太陽按摩。早晨7點才開始賣，人就朝朝嘅滾到來咧。上次係講睡到9點才過來，佢就試唔到咧。不過唔就1分鐘咩？到底有乜嘅目標嘅呢？算了啦，來就來咧。小燕啲動體哦，是係自信靈通嘅新聞媒體人哦，談嘅話就操你啦。我來咧。這個放一點鹹魚粉好吃的。好，魚啊，魚皮啊 ，fish cam，fish cam，前天啊，蔡英文打電話給我，前天，蔡英文，他要我講英文，我講不來。這麼厲害哦！哎，我就按你可以了，他來咧。像我們台灣吃的粥，其實很像福建粥，那個米粒會比較完整、清楚，這樣，就是其實跟廣東粥是不太一樣的。唔講啦，這樣發現呢。
快！要小心，因为它是现煮的。哦，这个粥我很喜欢，因为哦，你吃起来哦，冬面，然后入口即化，懂就那舌头，好像其实像喝汤的感觉。对，早上吃这个就是一碗下去热乎乎的，很舒服。对啊。台湾那边改一个叫猪肝嘛，但这边不叫猪肝，这边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广东人呢讲话很喜欢讨个吉利吉祥，所以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也跟老板讲说我要吃猪肝粥，他说什么肝？我要吃猪润，要吃滋润的东西，所以叫猪润粥。他像我上那个街市买菜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看到他就明明就是苦瓜，然后他就写凉瓜，然后我也问那老板，我说明明就是台湾就叫苦瓜，他没有写甜瓜，对，他就说吃了要清热降火，所以苦瓜的功能嘛，吃了清热降火，所以它是凉瓜，凉的瓜。然后韩国人也是这样，要店面暗塞，里边还有住宅，还有门牌。哎，你跟公司你会请的都要弄地方。那时候经过的时候看到那边大排长龙，就觉得一定是很好吃的东西。进来一次之后，就每次都会来这边报。哎，我说澳门的老香港人，就是讲有排队的地方，听说会懂货车的。我觉得排队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啦，基本上8、90都会蛮好吃的这样。虽然讲哦，人家做旅游节目主持人没，不过新闻节目。天从真给冇困过，谈过董进总哎，非常的紧张。我通常在开昂前的时候都不太敢喝水，不敢上厕所，然后就是等着那个 live 直播的时候。有飘毛哈，真的很可怕，很紧张的。对啊。哎，那你隔壁都在场馆一下嘛？可以，今天有机会带你们去见识一下。真的呢？真的现场 live 哦 ，live 非常紧张。叫落车，好。前后了解，喺小烟店外一种清态嘅法律研究，透过观察接近动机。当地条摆共同附近做生意，但像去看体力，还会激烈。有时候用主韵来讲主干，有一种讲法係講韻有水，水帶財，還有廣東話讓佢來唱樹嘅菜瓜，啲當天咪講做生瓜，是太懂神奇嘅。喺公司之前，先將小燕帶來去當地嘅市場紅海。看來其實有台灣嘅傳統市場咩懂槍哦。對，其實跟台灣的傳統市場買菜，這家店就是我還常常會那邊買它的那個餅乾，就是上班的時候會配着吃。哦，對，還蠻不錯。小零嘴啊。對，小零嘴，然後有時候也可以請個同事拉近一下關係，也蠻好的。超。對啊。哎，你平常是按摩行，因為有時間就買推了。我下班的時候或者是休假的時候，就會一次來買比較多的量這樣子。然後就可以煮1個禮拜或煮個幾天，那就一次買齊就可以了。因為我去給煮，澳門那邊按多後這個東西，還要去給煮。因為他吃飯大概是台灣的2倍價錢。啊，吃飯呢？吃飯。不過這邊的菜價跟台灣比起來，也是會它貴一些的。嘿，會貴一點點，但是比你這樣直接買熟食還要便宜。哦，真的啊。所以是有差的。跟你要騙張磊的時間，買車的時間會比手畫腳，真的啊。就比3顆這樣。有的時候就是聽不懂那個錢，他跟我講的價錢我聽不懂，那我就直接拿一大張給他找這樣。然後他就會說，他就說，哎呀，我找不開，然後我就只好假裝說我有聽懂他跟我講多少錢，我就隨便拿錢給他。我要買葡萄。買葡萄，你是不是差不多會80條腿漂沒？差不多。給你驗證一下，你要供吧？完全不會。還是不會？完全不會，我已經看破了。小燕講，澳門嘅物價持續太起，真根本擋唔掉。佢講生存的我本身，因為基本嘅伙食費至少會台幣500塊。因為澳門冇天梯，當地嘅青菜都對中國進口，雖然冇像台灣農產咁豐富，不過封建事業期已經係算盤釣蛤蟆龜嘅澳門人生活嘅重心，咪係澳門青菜地嘅所在。跟你來按久誒，對澳門有乜個印象啊？在裡面生活相處的時候，我覺得就是廣東人講話都比較直白。他們很直接，對，所以我一開始來的時候覺得，好像台灣人都太客氣、太禮貌。我們很喜歡講說啊，不好意思啊，謝謝啊，對不起啊。然後我就講說啊，你不好意思什麼？我說沒就禮貌而已。對，他就講說你不用講不好意思啊，你就是叫我做什麼嘛，你就是要買什麼嘛。不過按你周師傅面會覺得說奇怪，你們怎麼那麼兇嗎？我一開始來有嚇到，就覺得哇，都很講話很兇、很粗啊，很直接。像我有時候來買菜啊，跟那個攤販講說我要一個塑膠袋自己裝的菜，他不肯，他就覺得我的菜都很好，你為什麼要挑？你要的話我就一整包裝給你，你不用自己挑。對啊，然後後來我就學會了，想說不用跟他這樣計較，就是說我就是要袋子要自己挑，然後他就會默默的又把袋子給我了。所以我就覺得就是真的是生活上的差異性還蠻明顯。啊，土地亞嘅，你用3年經過，你知道你見來見喜歡澳門嗎？
这个城市有点太多人了，因为它的观光客太多了嘛，它一年就进来2300万人次，所以我觉得这个2300万就是台湾的总人口了。唐人公很平常，唐人嗨嗨。澳门其实只有像台北市内湖区这么大，那它自己本身的居民就有60万人口，再加上10万的那个外籍员工，所以它就有70万人挤在台北市内湖区。你讲内湖区底部一年以内6300万人，对，就是有这么多人，就觉得啊，生活上没有这么的舒适感，就会觉得很挤、很紧张的一个城市。阿妹啊，闹到2300万已经懂定样了咩？人讲去年来到澳门的人次，还达到2900万呢。其中14个人客就有9个中国人，老台湾去年被1000万的人客总数比起来，差别让皮看出来咧。你也就知中国大陆带来的人潮、钱潮又激发、激冲，却对做唔对看强。接下来，现在小英因此带领佢哋落成的所在。看到我们现在就是要即将进入我们这个新闻的那个我们一般的操作的办公室。哦，你去搞办公室。办公室。可以了。一般办公室差不多。对，其实是差不多的。那这里就是我的位置。哦，这么近哦。对啊，就是靠近门口，一进来就是可以这样。因为其实我们的位置不是每个人固定的，它是有3个班。3个班轮班的时候，所以早班的、午班的、晚班的会轮流有一个人来用这个位置。我都要没你去搞，全部没你去搞的东西。所以它不全部都是我的这样，我只是时间到了，这个位置先由我用。更多了，还会准备买个东西哦。通常来的时候呢，我就会先看，就是先浏览网页，有一些什么重大的讯息啊、新闻这样子。对，那因为我的职称是主编嘛，所以我下面还会有编辑，那我就是会分配每个人说，哎，你负责帮我出哪条稿子，那我可能要什么放头条咯，或者是搭配稿。像最近就是复兴航空的空难事件嘛，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个事件搜救的最新的主 SOT， 那一个主新闻，那你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配稿啊，机长的那个故事生平或什么的这样。那个唐一楼有一连串啪啪啪啪啪，在转央的，那很专业的东西。所以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其实应该说你每天都要跟着新闻的事件发生的延续。那还有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突发。那因为像我们这时候来上班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国际编译的人来上班，那他就帮我们负责领国际方面的新闻。哦。那我们编辑台可能就是负责台湾啊、港澳啊、大陆啊这个区块这样子。对花莲有历来嘅小燕，無論係條路還係神法觀察，就講到動土里，鬼神充滿戰鬥力。佢講40地看天公伯示範嘅農家態嘅神法較艱苦，特殊嘅時間辦作辦托係當平常嘅事情，撒培養佢動土里結節嘅身體，太好變樣過後，隨把啊海外救援嘅機會落成做新聞，希望多啲看到很開發嘅世界。小燕，那你要騙台灣人多嗎？其实我觉得也不少，就是有一些台湾的同事也是都会过来这边工作，但是应该还是以内地的同事居多，然后再就是台湾人，然后还有澳门人这样子。不过台湾来过来要边做条路，要边有动头太有人，然后你做同事咩？对，跟心体上完全就冇可能，你做事上会不会讲有一些绑手绑脚或者不适应的地方？应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真的来到澳门之后，才会发现就是两地的文化真的差很多。跟大陆同事相处的时候，就是需要比较直接明了的跟他谈工作上的东西。这个同事就比较直爽，你快很准，你告诉我说你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这样。对，就是有不同的地方。你唐一来，你还要改变自己的个性来适应这边的环境的话，我们就啲台灣做的話，因為講上去澳門那邊。其實我覺得出來之後就是有蠻大的感受，就是說你可以一個人就是完全獨立的在外面生活，那你遇到的各式各樣的人，就是會成為一種人生很特別的經歷。對，那也不可否認的，就是澳門的薪資水平是比台灣高的。所以你源頭就大了，那我只要在節流的地方做得好一點，掌控得好一點，金錢上的累積會比你在台灣快得多，也會感覺到說，好像比較扎實。對，因為在台灣你可能會工作很辛苦，可是你會發現，薪水好像就這樣子，入不敷出。然後還有就是能夠到外地來跟不同的人接觸跟相處，我覺得是很好玩的。我就是認識到不同的人，然後像我來了之後，我也是覺得說，其實大部分的大陸同事都還蠻優秀的，尤其是他們能夠到港澳來，所以他們大部分都雙聲帶，中文是基礎的，要麼就是會英文、日文、韓文，就是非常的厲害。然後或者是都出過國，喝過洋墨水，讀個碩士。再回來這邊工作，所以我就覺得我這邊的同事其實還蠻厲害。有時候他們就是觀點上面就會覺得說，很有自己的想法。嗰時候你去做一輪說沒成功一大挑戰的話咧？對啊，就是
慢慢的就是可以，我觉得就是会习惯，那我觉得也会改变你自己。我虽然没有在台湾电视台待过，但是会感受得到，就是台湾的电视台，就是应该说台湾的环境，因为我们因为在国际情势上面很尴尬的一个地位嘛，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机会就是参与外交舞台，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会着重在台湾的两党政治，然后民生社会的议题。对，但是你出来之后，你才会发现，其实国际之间的外交中横才是一个国家会摆在最前面的东西。对，那你就会看到很多他们很关注国际性的大事情。对啊，不管是政治或经济或外交，都会成为他们每天的新闻头条。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国际视野上面来讲，是在澳门也学到蛮多的。小英嘅花交情嘅爱，无论係无增加嘅日记，还係度过封闭嘅视野，休想唔會離開。那想單單係對生存，讓東想了解世界來嘅，生活啲自信爆炸嘅網絡時代，新聞唔會再個係認識世界嘅體數管道，係講現在唔得用hand卡法有成嘅格局來看世界。那想是為限制自家，越來越難行出來。哦，刚刚看到嘅真係當緊張呢。对啊，就是按新闻的时候就是很紧张，这样每个人都要各司其职。哎，牛啊，發現啊，你要篇董兄嘿，好像是大學畢業研究生的感覺。要邊做條約人，因為佢按休賞咯。澳門最主要的收益都是靠着这个赌收的，占了7、8成，然后他也把这些好的福利，就是也还到附加到民众身上。所以他们像他们有敬老金，还有那种每年的派彩，就是每一个澳门的民众都可以领到当年的那个彩金，就像是彩金啊，对，就像是发一个大红包一样。要邊做條約人，因為佢按休賞咯。我们电视台虽然在澳门，可是它其实吸引的就是有大陆的同事，或者是香港，或者是澳门或者台湾的同事，所以其实就我觉得是吸引了蛮多年轻人，就跃跃欲试。我跟自己大陆同事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习惯跨境，因为他们地太大了，他可能是在河南长大，可是他到北京念书，到上海工作，然后又在澳门，所以我觉得他们年轻人已经很习惯，就是到不同地区去生活跟工作，然后我觉得就造就了，我们电视台蛮多年轻人，然后都来自不同地方。那你对澳門有邊條路要下做懂關係咩？因為澳門對你來講，除非做啲存錢咩、輕食材嘅東西，其青苔米粒對你來講都在黑馬街咯。我觉得就是说，澳门是一个，首先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异地嘛，就一个新的环境，来这边试试看水温，感受不同环境，然后它也许可以变成一个跳板。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外站，那我自己就还蛮想要去北京看看的，所有的政经局势，全部重点的大掌握都是在那个地方。国家元首来，奥巴马来，或者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来，或者是最近才来访的那个墨西哥总统，全部都会到这个地方去，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世界关注的焦点，它正在崛起，然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转捩点。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去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看到的是说中国跟国际如何接轨打交道，如何外交权衡这个过程，就有机会的话，是真的还蛮想到不同地方去看，尤其我觉得是去北京，像我同事就说那边霾害很严重啊，呼吸很差啊。我说可是扣除掉这一块啊，如果我能够站在那什么人民广场啊，然后那个大会堂前面啊，或者活生生的看到哪个领导人、哪个政治中心的人在我现场握手了、签署合约，我觉得那都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周新闻嘅你啊，像我人生會精彩，就會大家通嘅選擇，做得對出無窮嘅未來。有人現在創業，有人落實公職，有人到海外去學習。小人啲新聞度看到世界嘅趨勢，明確目標，讓自家用啲充滿競爭嘅環境度。希望中國人民北方一路嘅體量，做得帶領佢行向航空冇偏發嘅方向。跟你平常時啲阿 B 是同你食日嘅啊？对啊，就是有时候下班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就会来吃一碗，因为热乎乎的嘛，吃下去很舒服。因为我其实超爱吃的，就是对啊，因为在这边其实生活娱乐很简单嘛，最喜欢的就是到处去吃，然后就发掘这种小店，那但是就是很道地。我问你好，
你跟我讲说什么赌场好像是会有提供一些福利，让澳门人有很多福利吗？还是澳门就主要的收益，政府的收入都是靠着这个就赌收的占了7、8成，然后他也把这些好的福利就是也附加到民众身上。对，所以他们像他们有敬老金，就是你有一定的年龄之后。他就会发像台湾的老人津贴一样，对，那这里也有，然后他们还有那种每年的派彩，就是今年的政府有收了比较多的那个赌收益，那可能每一个民众，就是每一个澳门的民众都可以领到当年的那个彩金，就像是彩金啊，对，就像是发一个大红包一样。像今年的话，好像是9000块了，9000块，对，9000澳门币。你们3万人退票，对，就差不多几万块的台币。每一家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对，所以如果你家里人越多的话，你们家就会领越多了。那到底澳门在回归前跟回归后，他们的审罚啊、警纪啊，有没有跟某朋友跟踢棚？因为我当然是没有经历到回归的那个时代啦，但就是听同事们讲说，其实，在回归以前的时候，因为葡萄牙人已经要准备撤离这个殖民地了嘛，所以就感觉说，其实，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没有很插手管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感觉比较混乱一点。回归之后，就是因为赌业就是蓬勃发展嘛，对，所以就是他们就觉得，经济至少腾飞了，然后民生也蛮稳定的，社会上的那种各方面就觉得，方方面面讲起来就觉得好像比回归前还要更稳定、更舒适。虽然说经济发展很好，路上的车子也变都懂懂，观光客好多，酒吧还没回归前那边暗内嘛。因为回归之后，就是因为有设了口岸嘛，所以他们珠海啦或广州的深圳的人要来这边会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就导致就是这边的观光客就暴涨，就是人变很多。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付出了代价，就是经济腾飞了，但是其实生活空间啦或者是购物的品质啦，其实我觉得会慢慢的就是会被剥夺。对，那就是取舍的问题咯。我要经济发展好，还是我想要一个平稳的生活空间？自由行像一支双面刀，虽然一部分的人穿着高热，不过规则澳门的生活品质、物价、才会付出相对的代价。其中可以来种福利的太风包，当地人会做派糖，没有人生气的讲是止痛药。哪里的风，哪里的火，全球马桶都受中国的影响。你讲家中无看到，寒冬面对，因此才会能力改变。其实看到亚条会近色就知道澳门的个性好像让你有点冲哎。因为你看啊，澳门鸦片一直在建设，一直在发展当中。可是你也有看到这种好像步调比较慢的小生活的地方。那看你妹啊你啊，你在写稿啊，然后想要做工作的时候，其实是一直在努力往上冲，目标非常非常明确。还有就是说，你下班了以后，反正整个人是放松的。董兄好像跟上班的时候是判若两人，因为我工作的形态本来就是因为新闻业嘛，就是很紧张，因为你在播出之前就是有一定的工作量是要完成，所以就是会很快速的要去用，而且还可能就是有突发状况啊，突然的事件出现的时候，你也要赶快再处理，所以在工作上那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你就要很急促，然后赶快的去完成它。但就是下班之后，我就整个人就是会放空，因为我觉得就是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你隔天才会有那个精力，一切再重来，然后再拼一次。因为新闻就是这样嘛，你每一天都会有新的事情发生，然后就是每天都要把前一天的东西倒干净，然后再装新的东西进来，然后赶快把新的资讯告诉观众，所以它那个速度跟节奏都是非常的快速的。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工作还是在我生命中很重大的比例。那现在做的这份行业虽然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可是我觉得至少它每天带给我新鲜的挑战跟知识的累积或对世界的了解，我觉得那个工作的满足感是成就感是很强的。对，那就感觉到跟这个世界是紧紧的靠在一起，联系在一起。因为你会知道，你跟父母会支持你吗？多完全大反对，就是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年纪很大的时候才生了我这个最小的女儿啊，对，所以他们当然会很舍不得，就觉得说最小的跑最远这样，对，就时至今日，我妈妈都还是会告诉我说，你就回台湾吧，哈，赶快这样子。但是我的意志很坚定啦，对，就是有时候想到会有点伤心，就是我把我自己摆在我爸爸妈妈还前面，我把自己摆在第一位，所以我为了成全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就离开他们这么远。因为高中的时候我就在外面念书了嘛，所以一步一步到大学，然后工作，其实已经是习惯说就是一个人，对，因为一开始可能在台湾你还是会有亲朋好友，可是一旦出来的时候，就是完全是一个新的生活圈、新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就是慢慢的你会习惯这个状况。那我觉得可能其实我本性也很适合，所以我可以就是立刻就调整到说可以来到这边，然后一个人生活的
也蛮不错的这样。那你觉得你牺牲了这么多东西，你在澳门这2、3年来，或是在出外这几年来，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跟自己相处，因为其实我的个性啊不是很适合社交型，就是我本性其实是很冷静的、很冷淡的一个人。出来就业，然后到跨海工作之后，就是我就变得更加勇敢。你可以懂得说，我就是一个成熟的人，我可以决定我要什么或怎么样，就是在人群中你可以维持自己的步调。所以我觉得对自己生命经历的成长，在澳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我在这里就是完全的，就是踏入一个人的新的阶段。我现在一个人出去吃饭、用餐、出国，不会紧张，不会害怕，因为你已经习惯就是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跟你在澳门鴉片差不多3年的時間呢，對你來講，澳門鴉片會算是一個中繼站嗎？還是說你會希望可以再到更多的地方去看看？當然是如果有機會，我是很希望說，不管是这个公司的派调，或者是其他公司的机会，就是如果能够到下一个城市去看，我觉得我都现在就还有那个热情跟心力，还想要再换。对，就是不一定要留在澳门，它只是我刚好就是来到这边的第一个。但如果之后可能像去香港咯，去北京或者更远，去东南亚或东北亚都可以，就是有机会换的话，我还蛮想尝试的。那像無論南北嘅方向一樣嘅，人生都有機會到海外生活係當正規嘅。出題好緊，更加重要嘅係喺里場嘅大家討論，發現無窮嘅生命觀點，好是勇敢，真像引言。福卡因冇本結前嘅小煙，27個嘅大兵，行人愛種，更加奪權一家，啲食材老健天，值得幸福。人像夾命嘅小煙，可能要主天嘅佢哋海外此在彼雄嘅人生。不好意思，请问曾志華是哪一位？就是他。哎，你好。你好，哪里總婚啊？我叫志華，你好。志華，哎，你们啊，你们當荷官嗎？荷官，这里全部都是荷官啊。不好意思，请问曾志華是哪一位？就是他。哎，你好。你好，哪里總婚啊？我叫志華，你好。志華，哎，你们啊，你们當荷官嗎？荷官，这里全部都是荷官啊。啊，你们荷官怎么没有跟我约在赌场里面收工？我们下班准备我们下班的活动啊。下班活动，我看到那边很多船，你这是什么活动？就是爬龙船啊。你有爬过吗？啊？划龙舟，当荷官工作时间比较稳定啊，又时间有空，下班又不用把工作带回家，那这里运动就很好了。政治法用心，澳門漢人，台台雜項也變也高效，就將澳門當地賭場做荷官，因為賭好賭到佢條練習，佢講爬龍船係澳門當年5月節嘅大事情，咪係澳門少數延續下來嘅傳統法統，有一位條牌輸到普通人嘅痴迷洋強。澳門人民大將準時上下班，更加從事神法休閒運動。不過第一個荷官地賭，原來還有一堆台灣人哦。哎，你们全部都是这边当荷官啊？是啊。对呀。可是你们怎么特别要从台湾过来这边当荷官？薪水高咯。因为钱比较多。没有，其实我们是本身就出生在这里。荷官需求其实没什么，在澳门这一块就只需要你有澳门身份证。可以就是在工作的那一段年纪，就是譬如说65岁退休以前都可以做。那他需求就只是你。什么都不会，到你会最基本的，只需要1个月的训练。那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我之前在做模具的。哎，听起来模具也是蛮有一技之长的啊，也是在澳门这边吗？不是，当然不是，在台湾。在台湾做模具的。那可是你既然都讲到说，如果荷官好像没有什么技术成分的部分，模具又是一技之长，那怎么最后还是选择想要当荷官？可是台湾回来这边的时候，其实发觉这边是完全用不了。因为这边没有工厂，没有生产线，没有任何的生产线，它就只有观光业跟赌场。对啊。而且澳门工作真的不多，就除了赌场，就其他真的很少。为什么没有想说做其他工作，反而要来做这个荷官？荷官比较不会，就比较稳定，
对，相对来人工讲它是薪水比较高。对，跟其他工作来比的话，薪水会高一点。哦，跟一般工作比起来的话，其实荷官薪水算比较高的。对啊。这边的台湾人多吗？还蛮多的，对，回流的超多。对，回流很多，来台湾来工作的也很多。那你有没有跟他们聊过，为什么他们宁愿选择在异乡这边工作，而不愿意回去台湾？薪水高。但是薪水高，薪水高，穿得漂漂亮亮的，不用去澳洲拔草。对，没有，因为但是我有问到一个我最近一个在台湾过来工作的一个朋友，他现在要回去台湾，那我问他会不会想念在澳门的生活，他跟我说他不会。哦，怎么说？因为澳门的生活其实是真的比较单调，因为其实澳门本地是小的，不像是台湾，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那我们其实下班之后，如果我们不划龙舟的话，其实我们的活动能出去休闲的地方其实蛮少，对，是少的。有澳门身份证的台湾人都赌场做荷官，每人做公官，也咪系台湾人伫澳门亲主要嘅2只字眼。因为赌场嘅业绩同好，条摆还有警察持条路来做荷官，都一下从无论用乜嘅专业，伫现实嘅考量下，是都得全部跳踢。了解人心，稳穿唔破嘅赌场，虽然操出嚟澳门嘅繁荣，不过单一化嘅经济，要本澳门嘅乡乡人离唔开。没做唔落嘅。哎，小吴，喂，肚子饿吗？哇，吃一下。哎，你怎么知道？来那边还没有时间吃个蛋挞。来澳门刚人要吃啊，哎，赶快尝一个。太满足了吧？哎，我觉得你真的很特别。你不是带我去划龙舟，就带来雅亚片很传统的葡式建筑，因为。一般澳门感觉是比较吵，人比较多。带我来这么安静的地方，这里就是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经常来这里，就是把我精神灵力集中的地方啊。这里怎么说？因为这边有图书馆啊，有那个教堂啊。午休的时候就跑来这里跟同学打屁聊天，超闲的。哎，超磊，一般来说这边的人好像都是高中毕业就跑去当荷官，去赌场博弈业赚钱了。你怎么还特别想说去台湾念书嘞？台湾念书是我爸妈的希望啊。你爸妈的希望？对，因为那边读书的风气比较好啊，不会像这里，在赌场工作你很容易赚的坏钱。这赌场工作是赚坏钱的一个途径啊。念书就觉得是念给自己的，我喜欢念哲学，就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所以我来台湾念的话，我觉得会比较机会去让我去沉思啊，去念得好的。哎，你做荷官到现在大概做了多久了？3年了。3年了。就并没有累坤哦。总说博弈业好像为澳门带来蛮大的经济发展嘛。跟你当地澳门人来坤的话，你觉得这件事情有好有坏吗？它主要是把旅客带来澳门嘛，所以对澳门旅游业那个支出很大。你看政府钱多，就会干事情比较多。例如说我们现在教育那个支出，整个我们念书好像都从幼儿园就是直到你高中毕业都不用花钱。那坏处嘞？这个就多了，房价太高了。现在澳门那年轻一辈要买房子，实在太难了。那薪水调整追不上那个房价的调整速度。以前你100万就会买一个很好的房子，现在要500-600万，你房价是5-6倍的增长，你怎么追不到？早伫4年前，澳门就已经超过美国拉斯维加斯，变做世界清大的赌脚场。也赌场胜利，唔但将喺拉斯维加斯嘅欺骗，还喺澳门政府主要嘅收入来源。不过因为赌场太多咧，家长发现赌台比学校嘅讲台还较多，杀杀落4年送到海外留学。不过，好哩对外地澳门生存嘅人来讲，冇乜嘅意义。贫富之间有动态嘅差距，还较无乡人唔伫未来的那边。你做荷官差不多做3年了嘛？3年。看到开钱啊，一下高高低低，一下就赢很多钱，一下要输很多钱，这样看了3年，那你觉得你得到了什么样的体悟？我觉得年轻人现在有一种攀比的风气，就他们会对那个物质看得很重吧，好像有人，例如说那个年轻人，女生吧，看了一个包包崴了5万，然后她男朋友就送她一个几万块都看不上，然后自己去买一个几10万的，多的是啊。
或者男生去买车子啊，买什么都要比那个等级啊。你几十万的跑车，没什么，我要开有几百万的。收入比较多的时候，他们把那个事情会看得比较重。反而以前我们民风淳朴吧，像澳门人，因为收入没那么高的时候，现在相对来说就比较物质化了，脱离那个我们精神生活的层次会比较没那么重视了。你自己有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自己是很自我的人，有时候我是做好自己而已，我就没有跟人家去太大的攀附或者去比拼什么东西。所以我这点来说，我感觉自己还不错，还在状态内，没有去跟他们有一种攀附啊或者攀比的心态。有多少人算菜？有没有看过懂得杜从地位太太细细的怪事情？执法行业提倡起家，可以避免不安的环境影响。故作前面利用下班的时间多多进修，希望村内前歌曲都在早年离开河南的身份，完成人生其他的目标。不过人生要献出多么简单，还可是有十足的勇气。有只后生人选择离开港澳体系的现代繁荣，让工业级到海对面的配角香港太乙山行出这条路。落去，跳落去收拾工房主任 Max。欢迎你过来，这是我们工坊。哦，你这边像这样子染染的技术，我知道应该算是台湾人做的还蛮多的。是啊。你怎么会接触到这个东西？我就是最初跑到台湾去学的，跑到三峡去学这个东西，就觉得很好玩。突然想说要去学。对。你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完全没有。来到太乙山哦，差不多有半天的时间了。我真的觉得这边的环境啊，整个氛围跟我在港岛感受的完全不太一样。是啊。像这样子染染的技术，我知道应该算是台湾人做的还蛮多的。是啊。你怎么会接触到这个东西？我就是最初跑到台湾去学的，跑到三峡去学这个东西，就觉得很好玩。突然想说要去学。对。你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们是小时候在玩，可是小时候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嘛，所以就觉得都是跟别的东西差不多。可能我是已经长大了才去玩，然后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别的人都喜欢去玩，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回到香港去推广一下，这样。这个染染算是蛮传统技艺的部分。那你以前的工作经验跟学习的过程是跟这个相关的吗？我读大学的时候是做 design 的。哦，你大学的主修对是设计，对，所以你基本上对这个是蛮有兴趣的。对，是这样。元旦做商业那样式嘅 Max， 禮拜來台灣嘅假期度，因為打開了兩年嘅時間，天天喺台灣嘅國立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苦力辦研究，很像新冠度世界嘅無限想象，喺藍色世界度尋找青樸式嘅純真，轉去香港故鄉。請嚟有共同理想的朋友，希望共下分享染染的獎。Aaron，你做这个染染的技术，你是跟 Max 一起到台湾去学的吗？没有，我是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然后他跟我说啊，你要不要帮我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哦，我先带你进来，然后看一下，然后学一下，然后我就跟他学了一会，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那你刚刚说你小时候有学过，你还记得吗？当然不记得，我只记得好像就是好像老师叫我们把它捏住吧，对，然后放进去怎么样，其他都完全没有印象。这个是比较简单的，然后这个像蝴蝶的，因为它要接起来，因为白的我们收起来，代表说那个染料进不去。所以譬如说像这个，你说是最简单的技法。然后像这些其实都是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做，是不是？就是用针的话，你可以做比较复杂的图案，像这些比较简单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些简单的工具去做。哦，这些全部都是工具。
可是你不是在英国念书吗？一般来说，我台湾人的印象，好像英国念书回来应该会有蛮多不错的工作机会。那怎么会想说要做蓝染？因为毕竟这个可能在香港现在来说市场还稍微小一点。其实是因为我本来是想留在英国那一边找工作的，但是有这个机会嘛，就是他找我来，然后帮他做，比如说设计啊，然后一起做工作坊这样子。我觉得香港就比较多机会，所以说我就回来这边。然后这里的工作环境就是跟英国那边差不多。哦，真的吗？就其实在这里工作跟在香港外面的地方工作很不一样，就是那个节奏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很快，就是跟英国那边很像，就比较慢一点的工作环境。你当初在英国念书的时候，你是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吗？还是？有啦，就是因为其实我也学过，但是那一种是 chemical 的，我们是比较天然的，我们没有加 chemical 的东西进去。我们做衣服啊，我们就是觉得穿起来，就希望不要对环境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生活就做成太多的，就说身体上不希望造成负担的，对。唔是上过，我有机会伫外上上一节蓝染课。不过，老传统的蓝染无强用，一群后生的朋友，老台湾的传统转化，用你香港的想法来创新，行出自家的设计风格，也风潮咪强强的伫香港发展起来咧。今日就来好好体验一下。你这个手这样直接接触都没有关系？没关系，因为这是天然的东西。天然的东西。可是它是那个。酸碱度就是 pH 会比较高一点，酸碱度对，酸碱度，然后碱度会比较高一点点。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是绿绿的，有看到吗？有。它会跟那个氧气那个 oxygen 结合之后就变成蓝色。哦，所以要等它氧化作用的对，你要等它会慢慢从绿色变成蓝色的。所以通常要等多久的时间？不一定啊，要看温度啊，看那天的天气的湿度啊，还是什么的。哦，这个学问这么大，我们还要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或是太阳。是。现在这个东西其实它不是像我们初学者学，就是好像简单的技法做出来之后惊奇一下。你们是想要让它推广出去，所以你会越来越了解它的技术。那怎么没有想说在九龙啊，或在港岛的地方去做这件事情，反而选在大屿山这里？可能因为一开始我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九龙跟香港的节奏可能太快，然后这一边比较配合那个紧进事情的感觉，就是慢慢的去做，因为可能我们远一块布也要10分钟到20分钟吧。对，那你在做推广的时候，有在做教学吗？其实来我们这边学的学生，他们有很多都是做时装。fashion 的东西的学生，他们懂一点点，可是用化学的方法去做，那他们就想去感受，因为我们天然的染方法就会比较慢，他们要是化学的差不多30秒就经过 OK， 那可是我们要很多分钟，可以这一层一层的搭上去，然后他们就觉得中间的那个莽住就是从那个慢慢的做出来的东西。伫效力天意嘅工厂沙飞度，用时间天天嘅锻炼出来嘅工艺，电到变到特别珍贵。工法tempo都无像香港嘅 Max 小工，台湾嘅生意真紧动幸福，有较多嘅机会做得接触传统嘅技艺。调摆香港嘅传统文化，单单地高速开发，买卖太流老股票嘅吉春路下，强强嘅梦想嘅传承下去。每为安尼，佢更加希望留一份实实在在嘅快乐。带走去家乡，留汉卡导演分享。炯炯看到无？对你懂欢喜耶！来听一件蓝蓝的作品就按你完成呢。Max， 我现在看到自己的作品，我觉得心里还蛮激动的。是，因为我从初学到现在了不起就1个小时的时间，我做出来就这么开心。是啊。可是像你已经做了蛮久的时间啊，你的那个热情不会消灭的原因到底在哪里？这种东西，蓝染的东西，因为现在是在那个digital 的年代嘛，那其实很多东西是没有那实体的感受，那种温度的感觉。对，可是这种东西就完完全全是用手去做出来，而且跟那个环境也配合，你会对那个东西有一种感觉，所以每一次做出来，我觉得很不一样。而且要是跟不同的人，好像跟你一起做啊，跟我的员工一起做，还是跟别的学生一起做。
去看他们的想法，再去做出来的时候，那个效果也会很不同。这是我们说那个化学作用吧。所以你在蓝染里面得到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是我跟现在跟我一起做东西的员工，跟我所有的朋友，因为这个蓝染的东西，可能它原本就有一种特别的茉莉吧，它把所有人都可以叫过来，就是这么远的地方，他们也愿意从香港岛可能跑1个半小时过来跟我玩，而且是常常过来玩。这对很忙的香港人来讲，其实是不容易。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它是这种魅力在，可以让别人这样做。不只说你有学到了，不管是你技术上的成就，或是实际上金钱上的获利，你也得到了就是那种香港比较少人会去提到人情味的那一块。对。传统係文化留歷史嘅素養，涵蓋國家都得提升能見度嘅核心。看到一項客家傳統嘅技藝，撒漂洋過海到香港，本人真實延續，真見本來動感通。接下來，聽聽 Max 順便一間接定一間嘅棚屋行入太澳，感受下百年唔日日創有山體嘅體育風情，咩同體春無到嘅老香港風景。来到太艺展哦，差不多有半天的时间了。是我真的觉得这边的环境啊，整个氛围跟我在港岛感受是完全的不太一样。是啊，好像走路的也现在可以慢慢的走啊，那空气好像比较没有那种废气的味道。可是我以前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可能出去工作以后就慢慢的忘记了这个东西。可是当我再一次回来做蓝染的时候，就慢慢的觉得很喜欢现在这个节奏吧，这个 tempo。对。那一般来讲，我们年轻人可能28、9岁，差不多要人家讲30而立嘛，可能就要成家立业了。是。所以这时候可能就是比较拼经济的最好的时候。你怎么会选择一个可能比较慢活的生活，一个慢活的工作？那其实我以前是做广告那边的，然后我就已经看过很多东西，然后就觉得其实钱不是我最大的满足的东西。我有看过7000万的一个钻石diamond，7000万的港币的钻石。对。哦，那双腿票差不多6亿港元呢，2亿多的台币啊。对。看的时间我们大概干过，看的时候是有什么感觉？就很矛盾啊！你看到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你一辈子也赚不起到了钱去买回来。对。可是你现在就为这个东西在工作，所以你就觉得你的时光都为了这个就是不会动的东西在为他工作，所以他完全不知道。我就想做一件事情，是我跟我服务的对象，大家是互动的，而且大家都很快乐。这样。一般香港年轻人会倾向于去跟你一样做创业吗？毕竟香港的物价、房价其实都还蛮高的，想要先赚钱为主。不同的人吧，有些人还是就是为了赚钱去麻木的这工作，不停疯狂的工作。他们可能不停在赚钱，可是赚完以后1年就跑出去旅行3次4次，可是这是每一次跑出去才是真正的自己，然后回到香港也是另外一个自己。这一次在不停的很辛苦的在工作啊，我就觉得这种感觉你好像不是真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着，所以我就想在做这个工作假期的时候，也可以真正的生活在这个香港里面，也想把这个想法去带给可能别的人吧，这样。跳過藍染，能看到 Max 前度進步嘅路，好似留條路同綠色結合，引領人生就回到春前嘅空氣。跳過執法，能看到國家政策留人民落實有同城嘅關係。學會正式對台灣有嘅幸福，對校園成功，能將多啲青春追求夢想嘅堅持留堅挺。也對理想，能看到眾多豐富嘅生命風景。面對人生嘅現實，應係唔係願意改變現況？又為一個家庭嘅設計做出乜嘅決定呢？